今日继续来看卫福部甲NICE合作推出着一套防疫宣导的大图，有陈时中古锥版的图样。屏东某一个咖啡师用4D 油画来油出着陈时中的雕像，表示敬意。其实我这个眼神也做了好几次。咖啡杯顶面立体雕花，雕的就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。不断的就是眼睛的部分，就是用掉，再重新再画。为护理师换跑道卖咖啡的陈小乔，用动物的立体雕绘技术，做出这杯咖啡来向陈时中致敬。陈部长那时候就是写了那篇文章，然后帮会人员喊话，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。另外，还有草的加苦桐，又为陈时中立体的红啊，民众会使家己印来做。好 ，OK 的，完成了。这一段防疫期间，大家也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劳作，好，然后去想一下陈时中部长提醒我们的话，好，那其实也蛮疗愈的。高雄市议员简焕装伫面前顶发现了，就咧甲印来做。小型版的陈时中一日青色桌啊后壁，秘书咧开记者会，后壁话家己写。陈时中小型的飘羽牌啊，引起网友热烈的回应，所以政委东方版的网友嘛真赞叹。卫福部嘛甲NICE合作，共同推出一套防疫大图，内面有陈时中古锥版的图，这个就算都真侪人下载。伊嘛讲透过大图宣导正确的防疫观念，大家做伙全力防疫，战胜病毒。